抗日战争结束了后，中国发生第2摆国共内战。共产党领导解放军转守为攻，伫辽西会战、赤峰会战、滨江会战拢得到胜利。渡过长江，进入南京，占领上海。伫1949年10月7日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伫北京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。1958年10月7日，美国通过国家航太法，建立美国太空总署 NASA。开始运作了后 ，NASA 接受了43档历史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，也有8000名的员工。当年度的预算是1亿个美金，有3个主要的研究室。另外，无偌久，美国的白宫嘛批准了 NASA 的标志。2005年的10月7日，伫印尼的巴厘岛再一次发生恐怖攻击的事件。伫金巴兰川参库塔里油区，前后发生6件连环爆炸，造成32人死亡，900人受伤。进前2002年，巴厘岛嘛捌发生过恐怖的攻击，当时的死伤者真侪拢是外国人客，嘛直接影响到当地的观光。所以2005年这一摆，虽然又搁是印尼回教基督团再一次进行恐怖攻击，但是攻击的对象已经变做是当地的民众。